今天跟兄弟們掏心窩子聊點實在的，相信不少人都遇見過這種尷尬場面。兩個人單獨待在一起，氛圍燈光全都剛剛好，你滿心歡喜想靠近一點，可對方第一反應就是伸手擋開，甚至下意識往後縮，看着特別抵觸。等你耐着性子慢慢陪着他聊聊天，多抱一會兒，過段時間他又完全不抗拒，甚至主動往你身上靠。這件事真的困住太多男生，每次碰到都在有為難，主動上前拍惹他反感，顯得不尊重人，稍微猶豫收手，好不容易烘托起來的曖昧氣氛瞬間冷到底，事後心裏還反覆琢磨，他到底是真的不想，還是單純不好意思裝矜持。我特別懂這種糾結，生怕自己會錯意，最後落得雙方難堪。其實絕大多數時候，女生初期的躲閃、輕輕推搡，根本不是討厭你，又不是不想和你親近，只是身體本能的自我保護，加上心理一大堆顧慮在拉扯。今天我結合5位女生實打實的心里話，把這件事擘開講透，教大家看懂她抗拒動作背後藏着的潛台詞，以後相處再也不用瞎猜猜哈。先給所有男生吃火定心丸，10個女生未有9個一開始表現出來的抗拒，都不是對你本人沒好感，背後分生理、心理兩大層面的原因，講明白大家一下就能通透。先說生理上天生的男女差異，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關鍵點。男生的情緒和身體反應來得很快，稍微有點曖昧氛圍就能快速進入狀態，但女生完全不一樣，就像冷水燒開水，必須慢慢加溫，急得得。女生身體本身敏感度更高，需要足夠放鬆，慢慢適應肢體接觸，整個人舒展下來才會放下防備。如果一點鋪墊都沒有，上來就急切靠近，身體會自動開啟保護機制，肌肉緊繃，往後都想伸手推開，這純粹是本能反應，和喜不喜歡你一點關係都沒有。我身邊有個朋友之前就踩了這個大坑，約會結束獨處時，他想和對方親近，女生嘴上說着別這樣，身體一直往後躲。他當場以為對方完全不願意，立馬收手道歉，原本溫馨的氛圍直接降到冰點。後來女生跟閨蜜吐槽，說自己只是緊張，如果男生多抱一抱，溫柔安撫片刻，根本不會抗拒。就是因為看不懂女生需要預熱這個信號，白白錯失拉近關係的機會。再說說心理層面，女生心思細膩敏感，一到親密相處的時刻，腦子裡會冒出各種各樣的顧慮，總結下來主要是3重心結。第一重，害怕在你面前暴露不完美的一面，放不下自身形象。再大方自信的女生，近距離相處時都會產生容貌、身材焦慮。擔心近距離下頭髮亂糟糟，妝容花掉，害怕身上細小的小瑕疵被你看清，也怕自己反應平平，讓你覺得相處無趣。就像上台演講，哪怕提前準備充足，站在眾人面前依舊拘謹緊張，不是自身不夠好，只是害怕展現出不完美的模樣。因為結婚5年的姐姐跟我說，每次剛準備親密接觸，她都會下意識推開另一半，不是沒有感情，只是近距離對視的時候，總覺得自己狀態不好，心理別扭放不開，需要一段時間慢慢適應，等徹底放鬆之後，就不會再有拘謹的表現。第2重，內心缺乏安全感，擔心真心交付之後被辜負。毫無保留的親密，意味着把柔軟的一面全部展露出來，女生很容易胡思亂想，他是不是只是一時新鮮玩玩而已？如果沒有做好防護，出現意外該怎麼辦？激情褪去之後，對方會不會慢慢冷淡疏遠？尤其是相處時間不長的兩個人，這種不安感會格外強烈，躲閃推開，其實都是他給自己搭建的保護殼。我身邊一對情侶，女生之前只要有近距離接觸就會躲開，男生一度以為他不愛自己。後來女生坦白，只是心裏沒有底氣，害怕對方只是貪圖一時快活。之後男生每次靠近前都會認真表達自己的心意，主動做好周全的防護，一點點打消他心理的顧慮，他才慢慢放下所有防備。第3重，骨子裡自帶的堅持，害怕表現得太過主動，顯得自己隨便。平時在你面前獨立溫柔，端莊得體，一旦放開投入親密，
會擔心自己太過熱情，讓男生覺得很好追求。哪怕內心十分期待和你貼近，表面又會刻意躲閃，給自己留一點體面。說白了就是心理想靠近，嘴上和身體卻不好意思主動。有個談了3年戀愛的女生說，最開始男友湊過來親吻，她總會下意識偏頭躲開，其實心裡特別期待，只是希望對方再多主動一點，給自己一個台階。這就是典型的矜持心理，絕對不是拒絕。講到這裡，很多人會疑惑，既然一開始滿心顧慮不停躲閃，為什麼適應之後就完全不抗拒，甚至主動貼緊？核心是3點生理、心理的變化，比任何甜言蜜語都管用。第一，身體分泌乳激素，沖淡所有緊張害羞。當女生慢慢適應溫柔的觸碰，大腦會分泌多巴胺和內啡肽兩種讓人放鬆的激素。多巴胺帶來開心、心動的感覺，沖淡害羞和緊繃；內啡肽緩解身體的不適感，整個人變得柔軟鬆弛，只想緊緊靠着對方。那位已婚姐姐也說過，一開始渾身僵硬，等情緒和身體都熱起來，之前所有別扭、拘謹全部消失，只想貼得更緊。第二，心理的防備徹底瓦解，確定自己被好好珍視。相處過程中，男生溫柔的動作，時不時詢問她的感受，耐心照顧她的情緒，這些細碎的小細節都會讓女生感受到被重視。之前擔心對方只圖一時快活，不尊重自己的想法，會全部消散，心理的防線自然也就放下了。之前提到的那個男生就做得很好，哪怕氛圍再好，也會輕聲問他舒不舒服，簡單一句關心就能瞬間緩解女生的緊繃。第三，感受到被偏愛，獲得充足的情緒價值。女生天生渴望被特殊對待，被放在心上。當清晰感受到對方依賴自己，會生出獨一無二的滿足感，之前所有疲憊、煩躁都會消失，從被動躲閃變成主動回應。因為常年兼顧工作和家庭的姐姐說，平日裡身心俱疲，一開始完全沒有親近的想法，可感受到伴侶依賴自己的模樣，瞬間覺得自己無可替代，願意全心投入這段相處。光講理論難免枯燥，接下來分享5位不同生活狀態女生的真心話，看完就能精準分辨她的真實想法。第一位，結婚5年的姐姐，我不是不想親近，只是反感敷衍式相處。她很珍惜二人獨處的時光，但如果另一半帶着疲憊，像完成任務一樣靠近，她一定會直接推開。可如果對方願意靜下心陪她聊聊天，說幾句暖心的話，先好好擁抱安撫，讓她感受到滿滿的誠意，她會主動依偎上去。這裡挖重點，女生在意的從來不是親密這件事本身，而是藏在裡面的真心，千萬別帶着應付的心態靠近。第二位，戀愛3年的女生，我願意配合，但一定要跟着我的節奏來。她最反感男生心急，剛見面就直奔親密，很容易心生抵觸。正確的方式是先閒聊幾句，誇誇她的穿搭狀態，循序漸進牽手，輕拍肩膀，10分鐘左右溫柔的鋪墊，就能讓她放下防備。挖重點，耐心鋪墊遠比花哨的套路有用，千萬不要一上來就急躁。第三位，常年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姐姐，想要靠近我，得先幫我卸下一身疲憊。每天忙工作，操心家事，身心疲憊的時候，完全沒有相處的心思，嘴上會直接拒絕。但如果男生不急躁，安靜陪着他，幫他揉一揉肩膀，耐心聽他傾訴一天的委屈，負面情緒釋放完，抵觸感會直接消失，後續相處又會格外舒心治癒。挖重點，當女生說累、沒心情時，不要直接轉身黐開，先安撫情緒，再談親密。第四位，結婚2年的姐姐，心裡有隔閡，就沒辦法安心相處。兩個人吵架，冷戰過後，就算氛圍再好，她也會下意識推開對方，心裡的矛盾沒解開，根本沒辦法放下隔閡接納彼此。只有男生主動低頭道歉，化解兩個人的心結，和好之後，才能安心貼近對方。挖重點，男矛盾別想用親密掩蓋問題，先處理好雙方情緒，再拉近彼此距離。第5位，結婚7年的姐姐，長久平淡的感情需要一點小新鮮感。
常年一成不變的相處模式，很容易讓人失去心動的感覺，每次對方毫無鋪墊直接親近，他都會躲閃。偶爾準備一點小浪漫，溫柔和的燈光，搭配他喜歡的香薰，一點小巧思就能喚醒心動，主動靠近對方。劃重點，新鮮感不用依靠外人，給固定的日常增添小驚喜就足夠。結合5位女生的真實分享，給各位男生總結3個落地好用的技巧，輕鬆化解女生初期的躲閃抗拒。第一，先充分預熱，再推進相處，杜絕急躁。分為情緒和身體雙重預熱，先聊天誇讚，訴說心意調節情緒，再從牽手、揉肩、輕撫頭髮這類溫和的肢體接觸入手，一步一步慢慢來。仔細觀察他的狀態，如果主動貼近，呼吸變重，就代表預熱到位；依舊僵硬躲閃，就放慢節奏，多等待片刻。第二，主動詢問感受，不要獨自瞎揣測，不用反覆糾結他願不願意。溫柔直白地提問就好，比如這樣會不會不舒服？要不要放慢節奏？累了我們就停下來歇一會。主動關心他的感受是最直接的尊重，能快速打消女生心理所有不安。第三，真情永遠勝過所有套路，走心細節最加分。不用照搬網上各式各樣的撩人情話和技巧，細碎的溫柔最戳人心。靠近前認真誇讚他，相處時輕輕幫他整理碎髮，結束之後不要立刻轉身自顧自休息，抱着他多說幾句心裡話，讓他明白你珍惜的是他這個人，不只是一時的慾望。最後再多和兄弟們說幾句心裡話，很多男生容易把親密相處當成一場征服遊戲，覺得對方不躲閃就是贏了。可一段健康的感情，本該是雙向奔赴，互相治癒。女生所有的躲閃、抗拒，本質上都是一場小小的考驗，考驗你有沒有耐心，懂不懂體諒，是否足夠真誠。你願意溫柔包容，耐心照顧他所有情緒，他自然會卸下全部防備，把柔軟的一面展現給你。可如果只顧及自己的感受，一味急躁強求，就算當下他沒有抗拒，長久相處下來，兩個人只會越來越疏遠冷淡。其實女生想要的從來都不多，不過是3分耐心，1份尊重，十足的真心。做到這3點，他下意識的躲閃終會變成主動依賴，兩個人的感情也會越來越融洽。如果大家平時在感情裡還有別的困惑，都可以好好梳理出來一起交流。希望今天說的這些內容能幫大家少踩感情裡的坑。